来美国南加州的火烧堡是烧甲真严重，目前烧去的面积已经是比规个旧金山也搁较大。而且即马当地搁咧透强风，就惊火势又搁倒起来。隔壁墨西哥赶紧派消防队来斗拍火，有民众即马嘛加入救援去斗救灾区的动物。洛杉矶市区地下的市场重大野火已经烧毁超过160平方公里的面积。目前太平洋断崖地区的火势敢若控制14%，伊顿大火敢若控制1/3。歹消息是13较晚的时阵，佫开始有强风。美国国家气象局是发布特别危险状况 PDS， 这是真罕咧看的。预测上悬阵风的时速会当到105公里，14透早4点会到上危险的程度。消防队员13部署佫较侪水车，投入8500个消防员，要较紧来加强防备。Sever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continue through Wednesday. The anticipated winds combined with low humidities, we're absolutely better prepared for this coming PDS, the severe fire weather event. 另外，对火灾起因，伊顿大火灾区的居民，伫火灾一开始的时阵，威胁到锁电塔附近导火的影像，怀疑可能都是肇事的凶手。当局已经对这开始调查。另外，太平洋断崖捌伫1月初1日透早发生细条火灾，疑似是有人放新年烟火造成的。虽然讲真紧就拍花，但是地点含凄切的火景真烧瓦。无排除是村的热能因为透风一直烤，结果搁一摆导火，才会造成这个火灾。目前火警已经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，就万栋厝风烧甲密密麻麻，逼死10万外人脱离。先进人士杰夫莫瑞尔是使家己的拖拉机拖车，伫叛徒者全国的灾区救马、猪仔、油桃等超过300只无所在通去的动物。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。